的新闻。金华社案件今仔日以证人身份检方头一届约谈民众党立委黄珊珊，问4点半钟了后，搁再移送地检署复讯。伫外国北犯未成年威胁案的美国查甫人，10月用观光签证来台湾，也因为违反出入国相关规定，今仔日改遣返。昨高铁上北的车厢经过台中的时阵，数一只粉鸟伫咧飞，最后是甲粉鸟也佮伊的主人伫咧表面甲因赶落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的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这北检侦办金华城案件。今仔日是以证人的身份头一届约谈民众党立委黄珊珊，问4点半钟了后呢，是搁再移送地检署复讯。另外，北检今仔日也搁再提审郭文德，也搁有台北市议员应巧比，甚至是郭文德办公室正正的主任李文忠，拢互叫来问话。其中呢，这应巧比针对着 NR 提起控告，今仔日也互高等法院驳回，理由之一就是爱保全证据。委员，你觉得金华城案到底有没有涉及不法？今日连证书拢无讲话，北检侦办金华城案，车白以证人的身份传唤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不过伊用约谈进前，早前就讲已经收到传票，讲会去作证。我有收到传票，本来是约礼拜3，那我跟他改到今天约礼拜3有重要的议程，所以等一下院会结束，我跟廉政官约好了。在中道前后，黄珊珊到廉政署，经过廉政官大约4点半钟的讯问，再到北检复讯，是不是有强制处分，也引发关心甲注意。担心准备到吗？检方调查专案，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伫 NR 了后，车白头一摆提审，另外也提审台北市议员应巧美，加前郭文铁办公室主任李文忠。应巧美向 NR 不办提出控告，不过台湾高等法院车白裁定驳回，理由之就是为着保全证据，也避免伊规避也是妨害侦查。也那检方申请扣押金华城土地，有议员公开反映第2摆裁准的这个裁定书内容，直接讲郭文铁收钱，民众党质疑违反侦查无公开。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讲无应该公开。所有的公开所知，既然是市政府给的，我都会公开。为什么我撤掉文的原因，是因为有政风单位告诉我说，民众党要开始找松山地震给资料同仁的麻烦。依照法令，我们还是停止施工勘验。后面如果真的要勒令停工的时候，大概施工到什么程度？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他们来协调。针对金华城再度被扣押，副市长李树川讲，蒋议员是停止施工勘验，若受控告，才去看后续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也讲到这台北大巨蛋漏水漏雨的问题是拢无解决。几多名市议员今仔日趁台北市长蒋万安去议会专案报告的时阵，就甲质疑讲这改善期限已经超过10月底啊，也拢无要甲这负责营运的万雄开罚单，等于是咧甲伊暗号。也那蒋万安是强调，最近会找土木技师去勘查，若准确定是有漏水的情形，就会对11月7日开始罚，一天罚10万。你们就是包庇，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包庇，我们依照合约没有包庇。议员，请你把话收回。台北市长蒋万安互问甲生气，因为议员质疑讲大巨蛋漏水采罚无进度，已经超过10月底改善的期限。台北市政府说一直无去罚负责营运的万雄，等于是替伊暗砍。搁等出最近实地考察大巨蛋地下停车场，壁嘛漏水积规片，搁出现壁岩。停车场已经说过了，它只是附属设施。我们1月来进行，我们已经跟台北土木设计师工会联系，我们就会择定一个天候不佳的时间，实际进场去会勘。蒋万安讲，最近就会找专业技师去勘查，若有漏水，就会对11月7日开始算，每天罚10万，上关300万。但是除了漏水，万雄嘛因为无伫1年内完成大巨蛋的公安检查申报，互监管处伫入口处大部合格场所的过失，而且罚12万块。国际球员进来以后，居然监管处在门口贴了一个已经是违反公共安全申报的贴纸。监管处我们在10月5号就
开罚，那就限期在11月9号前，远雄拿到10兆的申报。我们干脆编一笔预算，把大巨蛋买回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自己去修漏嘛。远雄修不好，我相信我们市府团队去修，应该可以修得好。面对大巨蛋的问题连续一直逼出来，有议员提议，规期台北市政府家己出钱对远雄遐买回来，就万安无正面回答。大多数的民众是希望大巨蛋较紧用得好。应该是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会比较好，对吧？比较办国际赛。我做一方隔壁一直漏狂漏猛漏，正常来说应该要但是感觉也来不及啦，因为下礼拜就要打了。对一堆争议，远雄拢无要回应，但是看世界棒球12强赛就特别伫大巨蛋拍，相关问题一天无解决，嘛一定会互外界继续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捌伫咧国外犯未成年威胁案的美国查甫人10月初入境台湾，伫台湾过外国，甚至是消息找无人。移民署昨伫咧台北市甲伊找到，发现讲伊是用观光签证入境，伫台湾这段时间有踮伫咧旅馆甲人做散工，还因为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等规定，今仔日甲伊赶出境遣返美国。另外，这业者若准是非法甲聘请，这部分也着爱食罪。拖大包小包，互移民官全程解雇，伊就是伫国外犯对未成年，卡来手内有判刑记录的美籍10个人，10月起入境台湾，嘛下落不明，互家长真惊吓，伫台湾超过1个月，移民署总算找到人，车牌特别中道，将送去飞行机强制驱离出境，以依法予以强制驱逐出国，遣返回原籍国美国，并于出国后管制再入国。这美籍10个人40多岁，摕观光签来台湾，无按地址单，为网络找分租套房。专小组正平总了，初7下晡提早卖货，伫台北市松山将人撞到，经过移民署清查，佫发现伊捌做工趁外路，伫旅馆做临时清洁工，2工领4000块，已经违反出入国甲移民法，业者也勘写非法请人，也面临处罚。我们不会因为说他没有去查证，或者是说他相信这个外国人，这样就没有违法的事实。如果查证属实的话，我们会依就业服务法处以15到75万元的罚款。涉旅馆伫台北市中山区10问业者无得到回应，不过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业者请人进前有查证的义务，无论任何理由都算过欠人，若非法请人是事实，会依法开罚。为西班牙籍早期犯奥纳德伫台湾生活5年外，官方才知影，一般也同款。出入国甲移民法第18条明定，伫咱国家或者是外国有犯罪记录，爱禁止入咱的国家。不过移民署无提前拒绝，佮一直拖，互伊流传37天，才将人查到。某种程度凸显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国境管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充分的这种情资上面的交换，很容易再用各种身份，就是入境他国。就算官方讲美方通报健康，不过学者认为移民署这机关甲各国的政府交换拢该加强，伫国境线把关也爱更加认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有一个1岁外的查甫囡仔。昨昏呢是送病院落尾救无回来，是因为这个分期的原因。也伊规身躯是全伤，警方也怀疑讲这囡仔的老母有家虐待，目前法院也裁准羁押咯。不过这个老母竟然讲这囡仔是对面床顶摔落来的，社会局也表示讲，这个老母捌互通报2届家庭暴力。土地安全无伫警方戒备之下，交到殡仪馆，这名可能考到家己1岁后生的吴姓女子，面对着提问无要讲话。6号下晡，伊伫厝内照顾囡仔的时阵，发现囡仔昏去，赶紧通知着囡仔的爸爸。2个会合了后，将男童送急诊。医生诊断发现男童头部有严重伤势，面还有骹手拢有伤势，怀疑互苦毒来通报，但是男童经过抢救，也是宣告死亡。吴姓被告涉嫌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证人、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证据指向男童妈妈有重大嫌疑，检察官申请扣押，法院允准。师傅表示，男童妈妈捌因为家庭经济无稳定来求助，提供伊救助就业等服务，嘛证实男童的妈妈有2届互通报家暴的记录，分别是去年底，还有今年3月。第一次为112年12月通报访视，确有淤青，厘清系撞到婴儿护栏为照顾疏忽，故提供亲职教育及相关居家防护措施。
第二次为113年3月通报访视时未见伤势。第一次访查发现囡仔有乌青，检视了后判定是照顾的疏忽。第二届则是找无证据。社会局表示，吴姓女子生2个囡仔，另外1名死过，是由其他的家属来照顾。专案会配合检警调查，而且对伤害者提出独立的告诉。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来看中华新港最近又再发生一桩车祸啊，是一对母仔囝骑奥多摆甲轿车相撞，这个查某囝呢救无回来，老母还佫伫咧抢救。警方调查，介上是这奥多摆甲轿车伫路口拢无放慢，才会发生这款的意外。救护车赶紧甲受伤的民众送去急诊，一对母仔囝和轿车撞到，2个人是轻重伤。患者医师现场是清楚的，那也可以跟我们救援人员对谈。撞个力头真大，这轿车车头规个是密密麻麻，母仔囝骑的奥多摆是落到残里。车祸发生伫咧10月23暗时9点半左右。迄当时赛车适应的驾驶是赛中华新港中华路670巷，也那骑奥多摆妈妈是载查某囝骑中心路7段401巷。出伫咧路口的时阵，2个拢做伙。警方初步判断，真有可能是2台车经过路口的时阵，速度拢无放慢，才会造成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原本的3色号志呢？是跳为闪红及闪黄的一个状态哦。那自小客车是闪红灯，那机车是闪黄灯。那因为双方呢都没有减速那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查某囝规身躯真侪所在骨折，抢救7天，犹原是重伤死亡，目前还佫伫咧抢救当中。当地民代也去到现场会勘，即期当地虽然是有好一个路口，不过暗时是真暗，路口死角又佫真侪，才会发生意外。也因为中华新港一对姓陈的姐妹，今年2月底经过建国和美港公路的路口过车路时阵碰撞到，经过几个月抢救，犹原是别死，想袂到伫当地佫再传出死亡车祸。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就表示，民众用路习惯佫爱提升。停了红灯，但是却一台车都没有的状况，久了之后呢，大家也会对这个红绿灯失去信心。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除了路口设计爱重新检讨以外，伫交通量相对较低的路口，用路人也是爱遵守交通号志甲飘线，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喊呱呱。这昨昏呢，高铁上摆的车厢经过台中的时阵，数一只粉鸟就安尼飞出来，大家是赶紧摕手机出来翕。高铁警官和保全呢，把这粉鸟一直赶到上盖头前的车厢，才把这只粉鸟抓到。原来这只粉鸟竟然是有主人的。伫咧苗栗站的时阵，人和粉鸟拢互赶落车。列车车厢内底出现一只粉鸟，一开始是行来行去，后来行到了后，四界乱飞。民众想要斗相共抓也抓袂到，因来高铁人员甲保全人员接到通知了后，要来抓，不过无简单。这只粉鸟被人赶到车厢内底，将有抓到啊！星期暗头6点左右，这班高铁842班次的上北列车飞到台中到苗栗中间时，一只粉鸟伫车厢内底四界飞。列车长比也才知，伫白色帽啊斗掠粉鸟这人就是主人。经过了后，依照契约负责运送。查甫人甲粉鸟拢甲伫苗栗站来落车。你看这样飞来飞去，真的很危险。毕竟鸽粪可能会到处跑，而且本来宠物带上列车就是应该要关起来的。根据高铁的这旅客运送契约，除了导盲犬加警犬以外，若是要运送动物，拢必须装伫的复合长55公分、宽45公分、悬38公分以下的这人仔内底，而且全程袂使甲动物放出来，还是身体露出来外口。因代替公司对着鸟仔类也是非宠物的动物，更加规定必须爱办理托运。车子上乱跑，可能会造成旅客的像踩踏啦、恐慌啦、尖叫啦。有些旅客惊吓下可能会去开我们的安全门啊，列车正在行进，开安全门会导致旅客有坠车意外。半山铁道运输工作室杨树林讲，相提出的规定，宠物运送相关的规范，除了要避免卫生的问题，更加要防范引起惊吓，造成更加大的公安事件。民众若受到宠物也是动物的需求，也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货轮越州客航到达游园靠搭伫咧新北的野柳海边啊，这11月初1的时阵呢，航港局有讲要抽油，不过到搭车背啊，所以拢无人来做。因是解说讲这风影伤过大，天气无好，无法度抽。今日航港局也有请这货轮的保险公司甲海事业者安排搁较大只的工作船来到基隆港，安尼伫咧风影当中抽船会较早。上近礼拜风影若稳定就会当抽啊。中国的货轮越州客航到达约克达，伫新北野柳的海边啊，不时拢有海涌拍起来。航港局伫11月初1就开始讲要抽油，毋过到车背也袂抽。着餐厅业者烦恼讲，若是漏油，因这海产店就拢无法度开门做生意，因为餐厅真需要抽海水到鱼肚啊、海产才会活。因为我们的抽水马达在那个海边港边，所以里长与广播请我们。海水马达停止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抽海水，因为怕上面会浮层油，我们的海鲜这边都会没有办法再养下去。这只货轮顶悬阁有290吨的油，阁伫咧油箱内底。航港局是回应讲，台湾目前因为天气的关系，也无法度抽油。拜五一定有派较大只的工程船来到基隆港。拜六若是好天，才会开始做抽油进程的准备作业。礼拜才会开始抽油。若是顺利拍算5天的时间，通先甲247吨的重油抽出来。所以我们就后来去找到评估的结果，找到这艘属于有这种动态定位的一个船舶，比较适合在现场做抽油作业。预计明天如果海气象好，它就可以到现场去作业。即马风影也是真大，就惊货轮有出现漏油的状况。除了航港局、新北市环保局，逐工嘛派12名人员咧巡视巡查的状况。以3班轮的方式，24小时随时监控这个油污有没有泄漏的一个情形。如果是今天是由环保局这边所指引的各项的一个应变的一个项目。所花费的一个金额，未来一定会跟这个船东做一个求偿的。这摆中国货轮靠搭伫台湾的海域，航港局甲环保局表示，所有损失，而且中国一个货轮保险公司来负一理赔。目前新北市甲海保署拢伫野柳、东澳渔港等所在设炸油所甲输油米所，预防漏油。记者陈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来看台南这环保团体积极下架路底铺的案件，虽然去互这检方起诉，不过到单呢也有超过27万栋的路底铺无清。今仔日就环保团体民意代表去到现场会勘检测，也有脚踏车落去挖，因质疑这市政府独立违法。不过这环保局表示讲，会甲采样的物件送去国家环境研究院做相关的检测。环团体试抓落去验，结果这区的水质算是强硬性。这块伫台南下架国有地兴业大土地，民国18年国际金顶人把店家违法大路使趁黑心钱，环保局讲这已经清好啊。经过3届会勘，确定无路使，不过地方煞指控这块地变难落好了后，水唔来变青色，石本嘛生袂起来，因指控根本清无条纹。清无清气啊，迄水才会反热色啊。还佫有卤渣粉啊，水嘛爱处理好啊，无迄都看到迄水，大家拢会恐慌啊。全城新的地下埋了也非常的深，那这边的地下水非常的浅，其实它是整个会跑来跑去的。那这些含重金属、还有粉末、还有 pH 很高的东西，也就会跟着跑来跑去。环保团体参平台会勘时，请怪手落去学，检测土壤参水是采样，就要送去国家环境研究院做检测。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理事长陈昭华指出，庄田兴业厂房下边，即阵有大超过27万栋的路使，伊嘛质疑市府主动性在前，刷个照常核准后工厂设立。不法掩埋就是要它挖干净啊，然后如果不法掩埋都不必要挖干净，以后就更多人会做这样子的违法的行为。依法要清除，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环保局给我们他们是不是有要求在什么时候要清除的答案。全程新卫校方的部分，我们已经要求航委要求行为人去做清除的动作，还没有清除之前是用环境检测。先行做环境检测。环团质疑但市府独立违法，环保局是回应，这个案件检察官已经起诉，也强调要求行为人爱全部清好势。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开2亿中心整修的屏东菜市场，今年7月才拄开幕尔，才做这屏东头一个有冷气的菜市啊。不过因为4个月游客反映讲，这市场内面油烟的味伤过重，大头也讲人客愈来愈少。这个月已经有3个业者要解除契约，无要阁做啊。
屏东西市场挖岛时阵，有8部观光团来参观，团上拢拍拼咧推销家己的商品。不过无10分钟，游客煞拢无看见人影。实际来到2楼的内容区，现场嘛无超过10个人。到底民众对这个合作5星级的市场有啥物看法？做生的跟熟的，可能会不希望在隔壁就看到，可能就是卫生上可能会有一些考量。拄入来时，拢一寡气味啦，可能食的啦，未青的物件，搁一寡物件，冷气是因为伫咧冷气内面，就可能一寡味较会调的衫。东西市西市场是开2亿外改建，7月营运了后，有民众认为单位的规划无好势，有抽油烟机煞无装管路，地主油烟四散到边仔卖衫的单位，卖衫的头家娘嘛表示，伊不加后悔来家做生意。想说我们衣服上面也会多多少少会沾一些油烟，甚至有客人来闻我的衣服，说有没有油烟味？差不多一半以上，系啊，因为外口拢无人，唔是。报道讲的3摊尔超过，空摊嘛介济，系啊，我唔知有啥物拢歹处理。团商表示，经济头家因为生意歹，今晚下晡才开店，甚至无要做啊。屏东县议员也伫议会质询城乡发展处长，处长刚才强调已经有装排油烟的设备。环保局这边看到没有通风管的这个排油设施、排烟设施，您觉得有及格吗？所以我才说我要来建议城乡处说，可能我们可以进场来做辅导。环保局长表示，西市场的油烟问题确实要改善，也建议市场管理单位接受辅导，给团商甲民众一个舒适的环境。记者胡兆阳高雄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这澳洲航空一架本地要飞去布里斯本的航班，车飞起飞无偌久，其中一边的引擎就伫咧半天馆发生爆炸，这飞行机是赶紧滑动去，伫咧雪梨机场随来掉落来。这架澳洲航空 QF520的波音737班机，车飞中昼12点35分的时阵离开雪梨机场，本地是要飞去布里斯本，不过4分钟后，飞行机却改变了方向，继续无飞悬。机长也讲，这正边引擎出现问题，下晡1点登到雪梨机场，现场是乌烟一直冲出来，也有乘客看到附近的草坡道火烧。飞行机顶头的乘客表示，起飞的时阵就听到爆炸声音，规架飞行机拢伫咧转，这详细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加在是无人着伤。讲到美国总统大选，即马是川胜选啊，伊重新入到白宫做总统，伊初也任命竞选活动的联合主席怀尔斯做白宫的幕僚长，也是头一位女性做这项职务。未来内阁人选包括正挺台湾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可能会来做这国防部长。也若反中共的非洲参议员鲁比奥，嘛有可能是国务卿的人选。第47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伫胜选了后第1天公布，伊重回白宫的第一项重要人事任命。伊的竞选活动联合主席有名女名声的苏西怀尔斯，做白宫幕僚长。怀尔斯也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做这项职位的女性。白宫幕僚长，佮有总统守门人的外号，也是6年来做总统所任命第一个内阁人员，负责监督所有政治甲白宫日常事务。这职位也无少经过参议院确认通过。67岁怀尔斯是非洲政界资深人士，1979年来开始职业生涯，也捌加入已经过身美国总统雷根的竞选团队。川普伫开票之夜提早家己宣布当选时阵，向竞选团队细读写第一个念到的名就是威尔斯。其他内阁热门人选外界有前国家安全顾问，可能由前驻德大使格瑞尼尔担任。伫川普任内前后做中央情报局长甲国务卿的蓬佩奥，或者是非洲众议员瓦尔兹，有可能接将欧加大厦。国务卿的可能人选有支持台湾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反映立场正明显的非洲参议员卢比奥等人。另外，财政部长川普总统任内前贸易代表莱特海泽等人拢有可能接任。规即日开始到明年1月2日，川普正式就职进程有70多天的时间组建团队。伫拜登交予川普的过渡期，欧加大厦强调会遵守美国宪法，和平转移政权。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spoken, and our fellow citizens have just elected the next president. We will be focused on making a smooth, calm, professional transition.
川普伫即摆竞选期间捌表示，若当选会为参加2021年1月7日国会暴动，遭到定罪支持者赦免。纽约时报七日报道，川普确定胜选了后，以用参加国会暴动被定罪川普支持者开始争取特赦。根据统计，有1500多人因为参加国会暴动被起诉，其中包含极端右派受恨团体、交50个人领袖甲攻击国会警察其他被告。公司新闻新六倍评析。罗西亚总统普京初次正式公开祝贺川当选，伊也俄罗川面对暗杀了后的表现是有勇气的查甫囝。普京研讨会当中，搁再讲到和乌克兰谈判的问题，看要安怎来收煞。另外，台海问题部分，普京是甲台湾比如做乌克兰，表示台湾伫咧亚洲野起事端是利用安尼先吸引外界支持。这个碰见俄国总统普京初次伫索契出席一场国际研讨会，讨论国际情势。对川普一摆当选美国总统，普京表达祝贺，嘛俄罗川普伫竞选期间面对暗杀的表现，真有勇气是男子汉，已经准备好甲川普会谈。也无讲到台海问题，普京强调中国是俄国重要的盟友，支持一中的政策，佮甲台湾比作乌克兰，表示台湾伫亚洲惹代志，想要甲乌克兰共款，一直向中国抢声升级事态来吸引外界支持，认为中国采取的对台湾政策完全合理。而普京讲到甲乌克兰的战争，表示已经准备好要甲乌克兰针对结束冲突的方式做谈判。Всем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онятно. Давить на нас бесполезно, а вот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с полным учетом взаимных зако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普京认为乌克兰必须保持立场中立，才当避免加做用来对付俄国的工具，因为伊无希望俄国行登去2022年乌克兰战争进程的路，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干预俄国的国家利益。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次伫匈牙利布达佩斯出席一场欧洲领袖会议的时阵表示，包含11000名士兵内底，已经有部分军人甲俄军伫俄国的库斯克交战，而且出现伤亡。强调俄国要谈判停火进程，必须先确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Так ось ц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підготовка до продовження окупації України і руйнації нашої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і суверенітету. 《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团队内部已经对俄乌战争拟定和平方案，有可能要求乌克兰承诺20冬以来唔通加入北约来换取美国继续军援。对于川普上台了后，有可能停止对乌克兰的美国军援。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初次强调，在俄国甲北韩强化外交关系之下，北韩派兵参与俄乌战争，唔但对欧洲安全加做威胁，嘛对美国国安加做威胁。所以会去考虑新的川普政府继续军援乌克兰。而南韩总统尹锡悦初次表示，因为北韩派兵援助俄国，所以无排除改变无供应武器和战争国家的政策，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公司新闻台是唐炳耀。中经院今日举行牵动美中大部以及产业科技发展的美国总统大选研讨会，专家认为川上任了后，会积极吸引企业登到美国，增加在地的就业。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未来呢，这台湾厂商去到美国投资也会变搁较济。不过学者是认为讲，这美中科技战会搁继续，将可能会造成这供应链断去，生产的成本增加，对全世界经济和贸易拢有负面的影响。川普搁执政了后，可能将对加税率、高关税、甲少移民等经济政策做改变。中经院设备找专家学者，针对未来美中台贸易关系这议题举行研讨会。我想在美国的投资一定会增加了，只是这个部分台湾的公司应该会要更想想看怎么去做国际化，怎么去使用这个全世界的人才。这个在过去台湾事实上在这个领域我们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这边其实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会不会我们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的供应链移转？这个大概会是整个里面会跟着美国的贸易政策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专家认为，美国要壮大制造业就业机会，加速开放外资的时阵，川普也诉求公平贸易，不是自由贸易。所以，美国除了对中国增加关税，也准备对美国所有进口品加扣关税，各配合国内减税政策吸外资进驻。专家预期，中国因应川普上任了后，供应链去中国化。
也继续开放外资去中国投资，让台币1.1世纪目标创期。第一批协定部分有希望伫年底进前开始生效，未来应透过台币1.1世纪目标创期，强化台币双边合作，来跟美国慢慢接近。我们把台湾的利益跟美国利益绑在一起，我们协助美国再工业化，我们一步一步协助川普把制造业给建立起来。美国要再工业化，一定要台湾协助。台湾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供应链。有学者指出，川普当选了后，美中贸易科技战依然会继续进行，可能会互供应链断链，造成生产成本升悬，对全球贸易有负面影响。川普阁表示，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工作机会，专家预计台湾半导体未来可能被扣税，来影响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明年度的中央总预算案，卡在立法院要2个月时间咯。昨行政院长杜英泰和南立白三党团的干部做伙来敲击，总算是有结果啊。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早起呢，调集朝野协商达成共识，同意把这总预算案送去委员会审查。不过另外一项在一法的草案，因为通过了伤过紧，今仔日是朝野继续对决。那你为什么要抹黑说我？不要说我这又不是我，他们刚给我看这个图卡，我才会知道啊。你是高雄市党部的主委。是。透早第二场签到倒仔前规定的争论，民进党立委赖水龙不满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做图卡，批评伊阻挡在违法，找新兼立委的瓜子温理论。在违法伫车拉送出委员会迄天，哪里发生激烈的烧A烧杀冲突？73岁的哪位但因空伫烧杀的过程受伤，只好吐拐啊出血。膝盖关节那个韧带断掉，好，我的心里面是尽快让他好。在这种推挤过程中间呢，不是谈谁，没有，双方都有立场啊。我们是保护议事人员，是挡在前面，所以没有关系。不过卡掉将近2个月，明年度总预算案，伫前日港的行政院长杜英泰邀请3党党团干部会商了后，总算突破这个对立。这边朝野协商了后，达成和总预算交付委员会共识，进入审查的程序。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交财政委员会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员会审查，并不提出复议。今天很难得见到慈眉善目的柯总召，温良恭俭让的副总召。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时常单挑华夏9大门派的黄总召。总预算第7届摆审总算成功通过，朝野难得气氛真好。不过在野党的立委预告要严格审查各部会预算，特别希望针对几个部会。包括数发部、包括卫福部、陆委会等相关的单位，已经把 NCC 组织法今天要完成2读跟3读的议案送到院会去了。第2个重要的议案就是考试院院长以及考试委员审查的时程。下礼拜2刚好我们可以来好好讨论。民众党团表示，要严格审查人事同意权，也希望诚心 NCC 组织法。最后确定12对 NCC 大法官、考试院等人事同意权要进行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今日宣布引进印度劳动力启动计划，未来台湾会对印度引进外籍劳工，初期呢先予这传统产业的制造业头一批引进1000名，希望会当赶紧来开放。不过，照日本的开放经验来看，可能要开1年的时间来办理。咱国的移工来源国未来确定新增加印度，但印度劳务合作工作暂结第1摆会议伫这礼拜2结束。劳动部拜5宣布讲，双方达成3大共识，包括未来2个月召开工作会议，初期引进制造业1000个，直聘5%印度的移工，但因双方同意家己指定直接聘雇专职单位，收落来做系统的介接。双方就是决定互相推动引进印度劳工启动计划也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另外，印度移工上紧当时会当来台湾，劳动部是基附近的日本做例，讲差不多需要开1年的作业时间。但是台印双方有共识，愈紧愈好。咱这边会要求优先引进识英语的基层的劳动力。可能真的是因为面临到这种比较危险、辛苦、肮脏的工作，可能都是未来可以优先来考量。引进的人数这个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的缺工绝对不可能只有1000名。今天全世界100大的前10名的 CEO 都是印度人，英文是很标
标准。他们英国式的教育培养出了很不错的人才，关节层啊，所以多方面开放。对伊讲的台湾国增加工商团体是真乐观，因为各台湾国的人力有无共优势，未来嘛希望会当一步一步开放到其他的产业，解决咱国欠工的问题。另外，劳工团体呼吁爱保护本国劳工的就业权。劳动部嘛特别讲，这摆开放是增加台湾国，并不是增加引进移工的人数，未去影响咱的劳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连银行拢会伫咧网络顶头做广告，民众就真好判断这广告是真也是假。调丰银行初七就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呢，会暂停所有伫咧社群平台广告。目前这土地银行和第一银行也宣布要对咧做，暂时卖伫咧社群平台做宣传。点开面册，这社群平台定拢会当看到投资者相关金融广告，就惊有民众黑白点去点到诈骗的广告，也是哄骗去提供国资。中丰银行初一暗时宣布讲，即马开始到明年底暂停伫社群平台看广告。严格一点是对的，尤其那个随便打开脸书，什么诈骗好多哦。从根本应该政府要更有其他的措施吧，而不是只有私人企业去帮忙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只要有人发起都蛮好的啊，对啊，因为国内的诈骗实在太猖獗了。因为社群网站平台和群组大多数拢不是实名制登录，将在民众无法度分辨信息真假假。中丰银行初一发声明讲，即马开始到明年底暂停伫非实名制登录的社群网站平台投放任何广告和业务行销活动。另外嘛，暂停赞助不是实名制登录的社群网站，包括伫报纸和网签等广告。有知情人士讲，中丰金控和银行的董事长董水斌，找其他行库的董事长做伙加入。有中丰银的高层私下讲，就算违约金爱纳差不多20万，但是代价真有价值。目前国内包括第一银行和土地银行拢宣布对咧暂停伫社群平台投放广告，但是银行表示讲，等待评估确认，台湾银行是建议要对咧做。在各个平台上面，业者他们可能在处理上面没那么积极。那我觉得透过这种抽广告的方式，事实上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可以快速的推动，让这个社群平台或聊天程式平台端愿意去接受类似这种更去重视这种广告投放的问题。希望透过这摆各银行串联，暂停伫社群平台投放广告，会当降低各大金融诈骗率，卖个互无辜的民众受害。记者综合报道。你要汇给3个不同。适龄、适地也个身心障碍者拢需要长期的照顾。不过，新北市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就表示，这照顾者长期照护所产生的压力其实是真重的。这协会也建议讲，照顾者会当找心理辅导、技术课程、照顾知识相关的课程，来帮助这照顾者稳定情绪，勇敢来面对。跟已经走开的老公跟他说：“嗨，我回来了。”那你今天还好吧？纳biểu兰提出家己做的2仙红仔，一仙是伊过身的红色，另外1仙身躯顶有一只麻叶。伊讲这代表伊家己。纳biểu兰讲，因翁因为癌症，伊甲照顾10个月，无眠无日咧照顾，一直到伊过身。当初咧念红仔的时，因为做照顾者的压力真大，互伊感觉真孤单。什么？那其实我当下我是很想当一头老鹰，因为我不想困在我目前那个状况之下，我被绑得很紧，然后我自己也很痛苦，我家人看我也很难过。后来纳biểu兰经过念头课老师的引导，甲对翁婿的思念，甲对家己的愿望寄托伫咧作品内底。家庭照顾是担头真重的工课，亲像适龄、适地，阁有身心障碍者，拢需要长期的照顾。根据卫福部的统计，112年长照的需求人口大约有86万人。新北市家庭照顾关怀协会也表示，因长期有针对照顾者开艺术，也是心灵辅导的课程等等。即卖有办成果展，甲照顾者家己的作品展示出来。只要家里有发生照顾事实，大概65%都是由家人承担。纵使现在长照已经到长照2.0了，其实大概还是有破100万的家庭照顾者。另外，协会也表示，希望用更较侪课程、心理辅导、设立照顾者据点等等的方式来支持这些照顾者。面对2025年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未来照顾需求增加，希望大家做伙重视家庭照顾者的处境。记者张家嘅曾俊佑新北报道。
台湾伫咧2025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啊，真侪相关的议题，包括着这老人照护囡仔生少欠工，拢会影响到国家发展的问题。这数发部工研院希望运用5G 全频专网的技术，这机器会当直接通网络使用，嘛要招各行各业来合作，把这技术运用伫咧医疗、农业相关的机器，甚至是游戏等等，希望互产业的未来做工课时阵会当愈来愈利便。即将前往101。机器人摕到指示，就随要去巡病房。这是工研院甲数发部合作的5G 全频专网技术，所以因特别办一个展览，让民众看到即马5G 是安怎运用伫生活当中。这个5G 的全频专网有专门的5G 线路，让机器通直接接通伫网络使用。即个工研院甲5G 结合医疗，开发出一台会照顾病人的机器人。可以跟随那个护理师，然后去巡病房啊，或者是传达资讯，那或者是给卫教的指引。那另外就是医生或护理师如果在远端，是可以给视讯的一个方式。2025年，台湾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尤其是现代人的囡仔生真少，未来产业界欠工的问题，恐惊会愈来愈严重。这嘛是真重要的问题。即马透过5G 全频专网的技术，除了做工课通较有效率，嘛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现场甲技术用伫医疗甲农业等等，比如讲农民就会使利用检测香菇的影像，随时去看高寮的状况，通代替人工去巡高寮。不过，这个 AI 辨识系统会使去解决即马农业做欠人的问题嘛。阮伫阮的高场，阮就放伫一台迄自走车面顶，伊就会使代替咱人去做巡场。数发部结合5G 全频专网的技术，希望利用科技走向智慧的国家。数发部嘛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办展览，希望互民众到阵来参与，互科技简单进入咱的生活。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花莲岛溪的石屏部落最近3个月，常常有乌熊走来遮，甲当地饲鸡场内面的鸡仔是食几落百只鸡啊。最近这林业署呢，用16天的时间，总算抓到这只乌熊。岛溪乡石屏部落5间饲鸡场3个月之前传出乌熊入去食土鸡啊，已经400-500只被食去。先家拢摕各种工具来解惊，啊，不过好亲像拢无啥物路用。铃铛的功能是什么？就是防熊啊，防熊。你觉得熊听了这会怎样吗？啊，那个他们说会怕，我不晓得那么可爱的铃铛。林波署花莲分署顶个月2日接到通报了后，伫饲鸡场附近设备人啊，啊，不过乌熊根本无受骗，伫乌熊可能经过路线，用安全锁啊，佮用放炮这方式来赶，总算伫7日头早来抓到。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由我们主管机关主动去做这个精准式的捕猎。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当地的鸡农配合，所以我们在跟鸡农做沟通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经过现场挖水测量称重，乌熊体重115公斤，是大只公熊，也较正精准，无造成乌熊受伤，已经送台东地上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来检查。先去照养一阵子，再来就会评估看适不适合野放。如果适合野放，我们会做一些负面制约，甚至给它戴卫星景项圈来提醒它的位置。林波署强调，会互乌熊同步奖金3000，协助建设奖金5000，加配合有形措施5间饲鸡场后续会照价赔偿损失，总赔偿金额差不多20万。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水源休闲农业区内底乌鱼产销班，单年有10万多尾乌鱼产量，创造超过1亿的产值。不过，这渔民也讲，受到这气候变迁影响，温度是愈来愈悬。那这乌鱼的数量，这几年是愈来愈少。那准今年和去年来比，这乌鱼的数量是减少要到2成。那准今年和10年前来比，是减要到1半。早起5点，趁天色渐渐光，渔民来到渔湾准备来收成。新德县德北地区有10多户饲乌鱼的渔民，当年会当有我10万只的产量。今年受到天气温度影响，乌鱼数量比去年减1成到2成。伤热啊！天气影响较少，到今年减到1-2成，剩看有10万无。乌鱼的产季的话，它都是大概是2个礼拜到3个礼拜之间了哈。
如果渔民最担心的抓是看天吃饭的一个行业啦。如果是天气忽冷忽热，他们是最怕这个因素哈。渔民讲，除了天气影响，这几年饲料、电钱、人工成本直起，乌鱼子的利润愈来愈低，所以当地有不少渔民会把部分的鱼塭改换做饲白虾，也影响到当地乌鱼数量。即马大家迄个因为饲乌鱼吼，爱饲3年的时间，迄个较无利润。即马大家渐渐有小可理解，就是讲迄个分量白虾，就是白虾的量会比较多。迄个白虾的量会较多啊，迄个乌鱼量会减少安尼。因为饲乌鱼就是算讲利润较无遐好安尼，白虾利润较好。其实过去台北地区乌鱼产值有我1亿4千多万，不过因为成本增加以及渔民年岁愈来愈大，无人愿意接手。乌鱼产值是一年比一年较少，有渔民这几年也开始咧改造，转型去做休闲观光。记者陈君豪新竹报道。南港市的米粉海胆上界关键的技术甲成本就是饲料。平湖县政府委托嘉义大学水生生物科学系来做相关的研究。这研究团队甲豆泡磨做粉，佮掺一寡矿物质入去，那这海胆饲起来会变较大粒，而且成本也较低。嘉义花的饲料饲互马粉海胆来食，嘉义大学水生生物科学研究团队开2档的时间，研究出会当代替天然海菜甲鱼粉的新饲料。然后马粉海胆的成长更较好，佮减少对鱼粉的使用。设计分成自胆的壳茎的成长阶段，跟成胆它后期生殖腺育肥的阶段。那因应饲长的不同，渔民可以选用他们当下适合的饲料，来达到他们最好的经济效益。在同样12周的一个饲养周期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说，喂食人工饲料的这个组别呢，在体型上面来讲，显著大于我们喂食大型藻类的这个组别，在体型上面来讲就差到5公分这么多。研究团队表示，海胆养殖主要拢是用天然海菜配合鱼粉，但是天然海菜的成长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鱼粉的来源、价格甲品质都无稳定。为了要提升平湖海胆养殖的环境，再来跟平湖关农机构合作，开发这个新的人工饲料。在澎湖那边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天然的藻类在喂食，那天然的藻类受到天候的一个影响所以来源比较不稳定。那我们提供的饲料的话，不但营养组成比较稳定以外那也可以稳定的提供。所以，我们人工饲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海藻缺乏的时候，它们养殖物可以应用。新的饲料利用豆泡的蛋白质来代替鱼粉，佮加添一个矿物质的营养。研究团队讲，饲料一缸介绍唔免2块，每年配合平湖县政府开始推广，希望会当提升海胆养殖的产业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1869年，有一个大稻埕的生理人叫做李春生。迄个时阵呢，伊甲台湾的乌龙茶销到全世界，互大稻埕撑起来，甚至带动规个台北城的发展。今年是李春生过身100年，着剧团要用台语来搬这李春生的故事，也要互大家知影咱台湾茶在地意义。石头不用春生的头壳行，我若差一点就用伊两个花刀，把伊个倒来去就阮死的。因为太平洋天国之乱，生理人李春生为厦门来台湾放假，煞无受当地人欢迎，就搬到大稻埕。当时伊看见台湾北部山区有种茶的潜力，伊为厦门进茶栽，教台湾农民种茶做茶。落尾伊甲这款茶米号做福尔摩沙乌龙茶，销到全世界。大稻埕的繁华时代就安尼开展。你看，现在台湾大街小巷全部都是手摇饮，对台湾的茶叶，所有的长辈都喝老人茶。可是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无李春生都无大稻埕，无大稻埕都无台北城，所以一连串的事件的这个串联，好，这变成咱今日生活的台北城。这出舞台剧搬的是台湾茶业之父李春生的故事，用全台语来搬演。演员来自无同领域，亲像歌戏演员王哲连讲，虽然歌戏也是用台语搬戏的，但是要搬舞台剧对伊来讲是新的挑战。因为歌戏拢爱唱歌，唱歌的时阵呢，时间会又较长，而且迄歌戏的曲调有过奏，会当想词、想动作。歌戏的台语是较古代时阵，就是较文白，所以咱的处事现在舞台剧的台语爱较我现代，所以就较白话。
李春生是推动台湾地协甲促进北台湾发展的重要人物。今年拄好是李春生过身100周年，剧团11月中就会正式推出台湾地协之父李春生这出台语舞台剧，要用在地语言讲灿烂真大把的台湾地的历史故事。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有伫咧规划台语导览员的培训。博物馆表示，讲这导览是博物馆内面正重要一部分。透过训练，未来就当提供台语的导览服务，民众也当利用台语来认捌台湾的文化也有知识。咱台湾岛就是伫欧洲、亚洲、大陆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两地板块安那互相相克、相争、相落。导览员用台语咧小解台湾岛安怎形成，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台语导览员因培训的成果验收。应用国家语言发展法，为着要让民众来到博物馆通听到台语的导览，台博馆的导览员参与台语培训计划，嘛着家己传资料加练习。导览员讲，这是真有挑战性的代志。你讲这2礼拜真正袂食袂困，大家拢足紧张。用华语讲，大家下叫，你要用台语全台语讲。这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导览员也表示，用全台语小解台博馆内底各种有关台湾文化生态的知识，爱做真侪功课。不过用台语来了解这个岛屿的万项代志，伊感觉是认捌台湾真重要的一部分。台博馆也强调，这个导览员需要经过台博馆的专业人员，佮有台语顾问的审核，才会当真做正式的台语导览员。志工因的导览拢会使有加一个台语的服务，安尼嘛代表讲，其实未来阮其实毋是干那语言面顶的即个加一项尔，其实是代表讲台语文化真呢入到阮的博物馆内底，变做一个较生活内底一部分。台博馆嘛表示，即卖会先伫本馆推动台语导览，未来逐礼拜会提供台语导览的服务。接落来，因会继续规划台语的培训，扩大栽培其他分馆的台语导览人才，让愈侪导览员通用台语，让民众了解台湾的文史知识。记者张家佳、曾俊佑台北报道。瑞典的林奈大学有一项研究指出，讲自2019年到2023年，全世界私人飞行机的碳排量增加46%，这航空业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排放量的4%，私人飞行机就占1.8%的碳排。那准用这国家来看，美国有上介济私人飞行机占总数的68%。研究人员就建议讲，应该爱针对着环境损害程度，甲这人扣税。在自然期刊《通信地球甲环境顶端》这份研究报告指出，去年总数15万的超级捕猎人在私人飞行机制造出1720万吨的碳排量，相当非洲、坦桑尼亚6700万人的碳排总量。过2019年到2023年5年时间，私人飞行机的碳排量成长46%，航空业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4%。私人飞行机就占1.8%的碳排。研究同时指出，私人飞行机碳排量上悬的气味用户，一个人就制造2645吨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平均排放量的500倍以上。So a lot of these flights are made not for business, nor are they necessary. They are very often lifestyle related. We have shown in our paper that a large share is probably related to leisure purposes. 研究人员整理出全球前5大私人飞行机组织的活动，分别是2022年卡达世界杯、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超级杯卡球赛、2023年坎城雅典，甲2023年伫杜拜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总共3500架私人飞行机，碳排量超过35600吨。用国家地区来看，美国是有私人飞行机上济国家，占总数的68%。研究人员建议应该就环境损害程度，对使用者扣税或者是降路费。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欧洲的气候监测机构举办年气候变化服务，测试着讲2024年可能是有史以来上介热一年，这暖化温度头一届超过1.5度。而且联合国的报告也讲到，发展当中的国家提供调适气候变迁的资金根本就无够，这未来这金额会愈差愈侪。
极端气候和全球各地常常发生可汗、造大水，占至欧洲气候监测机构CIS甲明年气候变化服务伫初次发布报告指出，2024年前10个月，全球平均气温比1991年到2020年的同期平均温度增加摄氏0.71度，是有记录以来的上悬温度，却未当确定2024年会连续第2冬，成做历史上上热一冬。Our record goes back to 1940. But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is record stands on a much longer time series. And 2024 not only will be likely with the warmest on record, but will also be the first calendar year above the psychologically important threshold of 1.5 degrees Celsius above pre-industrial. 因为 COP29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会伫11到22伫亚塞拜然举行。CIS认为全球升温的速度达咧超越新的纪录，各国应该伫 COP29 之前加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此，联合国嘛发布调试差距的报告，发现到2022年，全球替发展中的国家提供调试气候变迁影响的资金只有280亿美金。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提出警告，到2030年，资金的缺口会超过10倍。讲是新闻台是唐平玉。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